南投草屯的客家协会举办着生咸菜的活动，传承文化的同时，嘛互小朋友来认捌着食农教育。参加活动的民众用接力的方式，把生菜收拍过挂菜搬去桌仔顶了后，大朋友、小朋友做伙生咸菜，进行食农教育的演习。很好玩又很累，想要吃到自己弄出来的。你要手要一直搓，很累。今天我们办这个活动，就让小孩子给他参与，怎样说？安那做生咸菜。因为去年举办生咸菜活动，传统的口味受到大家喜意。草屯镇客家协会今年伫新做的农地，自种采收到生的过程，拢带成员做伙来体验，希望会使加卖一寡，搁扩大来做地。最重要是讲，主要咱客家的传承吼，一定爱落，无真仔少年囡仔吼，也是中年人吼，拢已经无法度，唔知要安怎生啊。去年有参与那个客家我们生咸菜的那个义卖活动哈，然后就也有亲自去烹煮，然后发现那个味道就是很有古早味，好啊，我们今年也非常期待。透过多元的方式传承客家文化，大家拢真热情。协会嘛继续结合食农教育，增加老中青三代的交流活动。